這裡算是新加坡最北端的一個公園嘛。今天為什麼會選擇在這裡呢？是因為其實我從小就常常來這個公園了。因為住這裡附近嘛，所以每逢週末啊，就會我的爸爸媽媽啦，還有一些親戚，我們都會來這裡玩，甚至有些時候會在這裡呢辦一些所謂的家庭聚會，會在這裡野餐之類的。後來事實上就是中學的時候呢，因為學校靠近這裡嘛，所以當學校的這個有什麼活動啊，或者說團建的時候呢，也會來這裡，所以這裡對我來說呢，充滿了這個非常美好的回憶。這個建築物就很特別了，它其實以前就是新加坡是英國殖民地的時候，就是有派很多的軍官嘛，對不對？那時候這個就是它的這個官邸。那後來呢，新加坡獨立之後，然後它就政府就收回嘛，然後就有陸續呢有不同的這些飲食業者呢，就是把它租下當這個餐館。那我記得小時候，那個時候啦，我覺得這邊的餐館算是相對來說是比較高級的，所以家裡頭，比如說像我姐啊，那時考到這個成績好像還蠻不錯。那我記得我爸就在這邊請客，然後有一次好像是外婆生日吧，那個時候呢也這邊辦了這個宴席啦，所以這個餐館對我來說呢，也充滿了很多的這個回憶。哇，這個地方太多回憶了。怎麼說呢？因為小時候啊，就是因為靠近家嘛，這個公園，所以父母呢會常常帶我們來這裡野餐。有些時候呢，甚至是整個家族，然後嬸嬸啦，然後媽媽啦，他們都會準備非常豐盛的這個午餐。我們就會鋪這個草席，然後就度過似乎一整天吧，在這裡。那小朋友大家就會去玩水啊，然後我記得有一次我們還特別設計這個遊戲的環節，這個部分還是由我負責的。然後呢，還跟爸爸媽媽拿了一些錢，然後買了一些小禮物。呀，小時候就愛做這些事情哦，所以我在想，會不會是因為這樣，或者說已經是不是已經顯露出可能呢長大之後就是往這個行業發展。